政府庫房今年逆轉赤字，預計綜合帳目將錄得29億盈餘，並計劃調升債券發行上限，同埋再削減公務員職位。同時未有要求公務員凍薪，而係按既定機制處理。有公務員表示期待可以加人工。黃永賢報導。政府表示受惠股市暢旺、經濟增長，印花稅同利得稅收入較預期高，薪俸稅收入保持平穩，但政府賣地收入仍然處於低水平。加上北都同其他工程開支，非經營帳目仍會錄得赤字。不過加上發債收益後，本年度嘅綜合帳目由預算670億赤字轉為29億盈餘。政府亦計劃提高債券發行上限至9000億。我再次強調，政府發債所得資金只會用在基建投資，唔會用喺政府嘅經常開支。政府話任期內將會削減超過1萬個公務員職位。26-27年度嘅公務員薪酬調整就會喺完成薪酬趨勢調查之後，由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決定。當然係非常開心啦！如果係真係可以跟到嗰個調查報告去調整個人工，因為其實同事都1-2年人工冇調整過啦。咁唔計有方跳嗰啲啦，咁佢其實人工一路都係 keep 住嗰個水平，但係你好明顯，我哋衣食住行全部嘢都係已經係加咗好多。其實就係每一年一個恆常嘅工作啦，所以當我哋係做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我哋一般嘅做法嚟講嘅話咧，就係睇翻嗰個實質通脹率，然之後咧就係按嗰個實質通脹率嗰個估算嚟講嘅話咧，就係預留嗰個即係開支嘅。至於增薪點嘅問題嚟講嘅話咧，實質上而家公務員入邊嚟講都係得一半到嘅公務員係有增薪點啦。咁而公務員事務局亦都係表達咗就係話，對於發放增薪點嚟講，會有啲更加嚴謹嘅要求嘅。有議員話相信公務員嚟緊有人工加，又話削減人手嘅時候應該考慮能唔能夠跟上未來社會發展嘅需求。財政嘅狀況係改善咗啦，咁另外咧就公務員士氣，如果連續2年凍薪咧，都會影響公務員士氣嘅。咁另外咧就呢2年都有通脹啦，物價指數亦都係升咗啦，咁所以綜合好多嘅因素咧，咁如果我哋按機制去做呢個公務員薪酬調整咧，我相信咧公務員加人工咧都係相對係樂觀嘅。將來譬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啊，都要提供好多公共嘅服務嘅，咁嗰個公務員嘅工作量咧應該係有提升嘅。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係除咗削減編制之外咧，公務員事務局咧就應該係監督各個部門咧，希望佢哋係可以請足人手咯。廣播新聞網記者黃詠儀報道。